上回講到6歲就去咗爸爸嘅金鋪同埋銀號嗰度幫手嘅李兆基，佢喺金鋪嘅所見所聞，例如佢望到打金師傅趁冇人嘅時候喺冶金期間魚目混珠，乘機就偷金啦，令到小小年紀嘅李兆基有好大嘅衝擊啊！提醒咗佢，全間鋪頭乜嘢都要學，盡快上手啊！佢認為做老闆要做到隨時取代嘅員工，做埋佢嗰份，做得更好啊！仲有當時打仗嘅時候戰亂啊，度度都有賊，讓佢經歷過生死，匪徒用槍指嚇佢啊！佢就係記住留得青山在，哪怕冇柴燒啊！一定要活落去。自此之後，佢做事就更加有勇氣，因為有人揸住支槍指住佢，佢都未驚。更何況當時嘅日本政府想對付佢爸爸嘅銀號，都俾李兆基化險為夷，兩父子一齊努力克服咗啦。到咗1944年，李兆基15、16歲嘅時候，佢本人已經可以長袖善舞，臨危不亂啦。黃金嘅買賣、銀元、中外紙幣買賣、匯兌業務已經掌握得好好啦。而佢爸爸李介甫一直以嚟喺廣州灣都有生意，所以成日都喺順德來回廣州灣頻頻撲撲去照應啦。佢見個仔已經咁識應變，於是佢就安心長住喺廣州灣，而將順德嘅永新銀號同埋天寶榮金鋪交到李兆基手上去掌管啦。爸爸去咗廣州灣之後，李兆基凡事都親力親為啊！喺順德鄰近鄉村啊、市鎮啊，無論係水客、商家以及同業呢，都不斷嚟到李兆基爸爸嘅鋪頭度做買賣噶。每朝一開鋪，親自喺夾萬裏邊攞啲金銀錢幣出嚟，到夜晚收市啦，佢亦都親自點存，先放返入夾萬噶。夾萬嘅鎖匙就隨身帶住噶，一啲都唔會懶，亦都唔厭煩，唔會話攰噶。力不到不為財，所以生意蒸蒸日上。想用幾句簡單形容李兆基當時嘅行事作風，就係揸盤老定，出價公道，買賣爽快啊！隔籬市鎮嘅同業啊、行家有啲唔夠現金，有啲又唔夠黃金，所以就要套戥買賣啦。你呢未過嚟李兆基鋪頭之前，就已經先用長途電話同佢傾好買賣嘅價錢，然後就由水陸兩路分別到李兆基嘅鋪頭交易啦。佢鋪頭真係大把生意，大把客人，忙到飛起啊！佢哋鋪頭喺業界手執牛耳，佢就咁自己睇住間鋪過咗幾年啦。到1945年嘅8月15日，日本終於投降啦，8年抗戰終於完結啦。當大家以為太平盛世、歌舞升平嘅日子嚟啦，好可惜，佢哋即將要面對，因為時局變遷，貨幣將會成為廢紙啊！當時紙幣嘅貶值之快，我哋好難幻想啊！佢哋飲餐茶嘅時間，手上嘅金元券就會跌價跌咗1/4噶啦。打完仗之後呢3年，貨幣嘅幣值一路係咁跌，令到好多人傾家蕩產、血本無歸，頃刻好似仲慘過打仗嗰時啊！大家人心惶惶，比死更難受啊！好多人就儲好啲實物啦，例如係米啊、油啊、片糖啊、穀物啊、麵粉啊、西藥啊，連鷓鴣菜、萬金油啊，一啲外國嘅雜貨呢，都儲住先啊！真係貨喺手就真嘅，錢銀都信唔過啊，分分鐘又喺度貶值啊！李兆基嘅爸爸喺廣州灣返到嚟順德，望見個仔將家業打理得頭頭是道吧，當然覺得好安慰啦。不過佢認為當前最急嘅事就係同個仔傾傾前途嘅問題啦。佢問李兆基，經歷咗呢幾年啦，你對自己嘅前途有啲咩睇法呢？李兆基喺深思熟慮底下，毅然向爸爸提出咗要去外邊嘅世界闖闖啊！佢爸爸諗，個仔嘅呢個要求都係合情合理噶。呢10幾年嚟，李兆基都係一路伴住爸爸。順德細細嘅地方，
經歷變幻莫測嘅戰亂時代，喺有限嘅人力物力底下，佢發揮咗無限嘅才幹啊！冇辜負爸爸嘅期望，李兆基將家業發展到巔峰嘅狀態。佢爸爸諗將呢個仔留喺身邊，留喺鄉下，日後只會大材小用啊！所以佢就問個仔啦：你有冇諗過喺邊度發展啊？李兆基就同佢講啦：我中意香港。原來李兆基從來都唔會唔諗亂咁答人嘢噶，亦都冇試過冇事實根據嘅情況下向佢爸爸提出意見噶。所以佢話佢中意香港，佢有根據噶。其實喺打仗之前，順德淪陷之前，李介甫就已經帶過李兆基去到香港視察噶啦，預備如果第時日本仔打到嚟，會唔會喺香港避避呢？佢當時曾經將李兆基留喺香港，等佢寄居喺阿姑婆跑馬地屋企噶，所以佢就住咗1年左右。姑婆屋企住嗰段日子，佢覺得好悠然自得。佢又爬咗上去太平山，喺山頂望落嚟，望到全香港嘅景色，哇，如詩如畫。而香港嘅海港碧綠寧靜，香港嘅山翠綠無塵。當時嘅香港就係簡簡單單、清清楚楚，一片青蔥翠綠。喺李兆基嘅眼中，香港留俾佢嘅印象就係乾淨、美麗、活潑、朝氣啊！呢個亦都係李兆基下意識追尋嘅人生。香港令人心曠神怡啊！李兆基冇辦法忘記佢細個時候住喺香港嘅美好感覺啊！特別掛住清水灣嘅景色啊！佢好細個嘅時候已經唔捨得離開香港噶啦，一路都諗有機會一定要返香港啊！佢喺1946年至到47年期間，爸爸就返順德啦。李兆基就因為生意嘅關係，所以都多次嚟過香港同埋澳門啦。結果喺1948年，18、19歲嘅李兆基拜別咗父母之後，離開順德，重臨維多利亞港，努力發展佢嘅事業啦。帶住理想與幹勁、剛志同豪情啊，加埋對金銀業嘅閱歷，呢一顆年輕的心，個袋就袋住1000蚊，準備闖出一片天。佢希望自己成功，佢對成功嘅定義係冇辜負上天賜俾佢嘅才能，無愧於後天環境嘅栽培，將佢能夠發揮嘅智慧、能力、心思盡情發揮，將佢可以把握嘅時機、際遇、緣分盡量把握。立下宗旨，李兆基就安排自己嘅生活啦。佢見人生路不熟，都未搞清楚香港九龍東南西北，就絕對唔會盲摸摸咁樣去買物業啦。佢直情就覺得唔應該去嘥錢租搭樓住啊，反正自己一支公2餐1宿，生活到就得啦。所以佢就寄居喺姑婆屋企啦。揾到地方落腳，李兆基就周圍去睇下環境啦。佢望見中環文咸東街有20-30金鋪噃，專門做黃金買賣、外幣找換同埋匯兌等等嘅生意。嗰度嘅業務同佢爸爸順德嘅永新銀號冇咩唔同啊。於是李兆基就開始喺嗰啲金鋪掛單做買賣啦。因為佢哥哥李兆倫喺細叔伯澳門寶昌金號度工作，寶昌金號同香港寶新銀號嘅老闆係同鄉老友啊，同聲同氣，拍檔好耐噶啦。呢間寶新銀號即係寶新銀行嘅前身啦。李兆基得到佢哥哥同埋世交嘅支持，就好幫到佢喺黃金買賣上面啦。當時大把生意做啊，上海、廣東一帶嘅主要都係水客，水客手上面最多嘅就係黃金啦。所以呢，成條文咸東街都塞滿客人噶。由打仗開始啊，南下去到香港同澳門嘅從商嘅都係帶住大量嘅黃金傍身啊。李兆基對眼已經好似 X 光機咁樣，好容易就識別到黃金嘅成色、成分、成數啊，鑑別到黃金嘅質量。有呢番本事，加埋數口好精叻，一買一賣，叮一聲，李兆基就可以賺一大筆啦。
嚟到香港都未夠1年，已經有本事匯錢返鄉下照顧上上下下啦。根據梁鳳儀嘅著作提及，喺解放前，李介甫屋企係有生意做，又有田地收租，屬於富有噶。解放之後被列為地主階級，要受清算，所有嘅財物就全部被充公，屋企一無所有。李兆基除咗急需匯錢返去鄉下做安家費，仲要幫爸爸繳納罰款作為賠償代罪等用途。李兆基喺香港賺到嘅第一桶金，啱啱就可以解決屋企燃眉之急啦。中國大陸喺1949年解放之後，大量嘅人不停湧到嚟香港。喺同年嘅10月，廣州市實行緊急大疏散啊！一日之內就有幾十班民航飛機飛到香港，由陸路經深圳，從水路就經澳門嚟到香港，更加不計其數。英國喺1950年嘅1月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主動提出咗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中國喺3日之後回覆，表示願意接受同埋合作。因此喺中環嘅一啲食肆，例如金城茶樓、德雲茶樓、高升茶樓、蓮香茶樓、大同酒家、陸羽茶室等，都聚咗一大班來自五湖四海嚟到香港發展嘅金融界人士，當中包括馮景禧啊、何賢等等，佢哋都不停喺度交頭接耳傾談時事。有一日，李兆基就遇見金城銀行嘅副總經理，講俾佢聽一樣好有用嘅數據啊！呢位副總經理就係楊造英，佢話對1952年嘅展望，香港產品外銷會大大增加，估計可以達到6億甚至係6億元以上啊！心算好叻嘅李兆基即刻計，如果香港產品外銷超過6億嘅話呢，就會佔咗香港全部嘅輸出貨物總值達20%。原本香港係主要做轉口港噶嘛，一變就變咗做貿易同埋製造中心啦。佢知道金城銀行嘅業務係協助做生意嘅人進出口貿易同埋工廠貸款嘅，正所謂執輸行頭慘過敗家。李兆基就即刻問阿楊造英向佢銀行借錢啊，佢就諗住借啲錢做五金啊。金城銀行嘅副經理一口就應承咗李兆基嘅貸款啦，搞掂咗錢，跟住要人啦。李兆基同喺澳門工作嘅大哥李兆倫成日都有聯絡噶，從中就物色到一位出入口貿易嘅助手蕭經岳。李兆基同蕭經岳好夾得嚟啊！李兆基對佢都冇當佢係自己伙計，當佢係朋友咁樣以禮相待。而佢呢一位助手蕭經岳對佢老細啊李兆基呢，亦都係相當喜歡同埋敬佩噶。一下子喺中國有好多人湧咗去香港尋求發展，賺錢養家過新生活。1954年政府公布全港經營登記嘅工廠一共有2490家，屬下嘅工人有11萬多啊，而冇登記嘅工廠嘅工人數目有超過10萬啊，人數嘅增長係比之前嗰年多成倍啊！一下子咁多人嚟到香港，當然要好多地方住啦。殖民地政府就興建咗第一個廉租屋北角模範邨。李兆基認為政府嗰個步伐慢過民生嘅需求啊。例如喺1953年聖誕嗰晚，石硤尾大火燒咗7000幾間木屋，6萬人無家可歸。港府先撥1600萬喺災區原址興建 H 型嘅多層徙置大廈，安置無家可歸嘅災民。李兆基認為當前香港最有需要嘅就係樓宇啦。佢認為每個人都覺得有瓦遮頭係最緊要噶啦，於是佢就進軍房地產。不過起樓同黃金買賣啊、外匯出入口生意比較，需要更大嘅資金啊。於是佢就開始尋找同道中人啦。同一早認識嘅馮景禧講述自己嘅
宏圖偉略啦。馮景禧一聽到呢啲新範疇嘅投資啊，佢好中意噃。仲有一啲人銳意集中喺地產方面發展嘅，其中一位就係喺澳門賣外國貨嘅郭德勝。對地產發展問題好有興趣嘅朋友，觀點相同嘅一共有8位，包括胡少熾、黃少軒、戚中皇、呂彥祖、郭德勝、郭錦濤、馮景禧、李兆基，一共8人，決心一齊夾份做地產啦。佢哋就將合股嘅地產公司命名為永業企業公司。佢哋覺得永遠基業好意頭啊，所以就叫做永業啦。1958年永業成立之後，真係掌管公司嘅行政同埋推廣業務嘅就只有李兆基、郭德勝同埋馮景禧3個人啦。另外5位呢，就做返自己原本嘅生意啦。佢哋幾個人每日就中午食飯嘅時候先討論一下業務，而李兆基、郭德勝同馮景禧3個人對永業就係全程投入啦。佢哋幾個點解傾得埋啦呢？因為佢哋做事嘅態度係好似嘅，下定決心要做嘅嘢一定唔會放棄嘅，亦都唔會覺得好攰啊，好攰啊，唔做啊，冇咁樣嘅。定下咗目標就全力以赴，做完為止啊！永業嘅第一炮就係喺沙田酒店啊。由於李兆基專心發展地產項目，佢個助手蕭經岳都覺得自己都係時候自立門戶啦，出去外邊闖闖咯。喺蕭經岳向李兆基請辭之前，李兆基咪咪嘴咁笑，就同蕭經岳講啦：你要話個消息我知，我又話個好消息你知啊！李兆基都冇等對方問啊，即刻好開心咁樣講啦：你想唔想同我一齊去探我女朋友啊？李兆基嘅女朋友叫做劉慧娟，李兆基帶埋蕭經岳去到劉慧娟屋企，無意之中，蕭經岳喺客廳嘅茶几上面見到有支黃大仙嘅靈籤噃，佢就好奇拿嚟睇下啦。望到嗰支籤旁邊呢，有啲解籤嘅字，就咁樣寫噶：若是女子問卜，此君可否託付終身？答案是信女有幸，求得上上籤，嫁得如意郎君，終成大器，四海揚名，域外稱霸，且品性溫順，念舊懷遠，心情厚意。他日必是君體妾心，多所愛重，唯怕妾身福薄緣慳，有負君心噃。蕭經岳睇完之後就喺度大笑啦。原來劉慧娟識咗李兆基之後就去問卜啦，求返支籤問問姻緣啊。原來神女有心噃，加埋雙王又有夢，話水到渠成啦，呢鑊實行拉埋天窗啦。之後周經岳就向李兆基表明決心辭職啦。辭職之後佢先發現，原來自己諗住去新加坡創業，佢嘅積蓄同需要嘅資金仲有一段距離啊。不過諗嚟諗去都唔敢同李兆基講啊。到臨走嘅時候，李兆基同蕭經岳講：以後有困難記得返嚟揾我啊。呢2句關懷嘅說話令到蕭經岳好激動咁樣衝口而出話：我而家已經面臨緊困難啦。李兆基二話不說，借咗3000蚊俾呢一位要離開佢出去自立門戶嘅伙計兼朋友啊。蕭經岳喺新加坡已經發跡啦。時隔多年之後，李兆基就去探下佢敘敘舊。喺佢返香港之際，隨行嘅朋友就將蕭經岳嘅一封信交俾李兆基啦。佢一打開見到裏邊有3000蚊，佢跟住諗諗知道呢個好朋友一路都冇忘記舊時嘅恩情啊，佢就覺得非常之開心啦。去到1959年，永業企業公司站穩陣腳啦。呢一年，中環嘅大華酒店佢筵開8席，商價雲集。李兆基小登科，當年佢30歲，事業婚姻兩得意，唯一遺憾嘅就係爸爸媽媽唔可以喺鄉下嚟到香港主持婚禮啊。李兆基諗，人生總係有遺憾，遙望故鄉，
默默感激父母之外，喺房地產業務上面，李兆基、郭德勝、馮景禧佢哋嘅睇法係非常樂觀噶，而佢哋嘅進取態度呢，亦都比起其他幾位嘅永業股東更為積極噶。於是乎，佢三個人喺1963年決定另起爐灶啊，建立咗新鴻基企業有限公司。查實點解叫新鴻基呢？有冇特別意思噶？原來個新字呢，就係來自馮景禧嘅新禧公司，鴻字就代表郭德勝嘅鴻昌行，基字呢，就係來自李兆基個名噶啦。郭德勝年紀最大，所以就係做集團主席啦。李兆基就出任副主席兼總經理。新鴻基嘅股份以郭德勝佔40%係最多，李兆基同埋馮景禧各佔30%。佢哋三個好朋友，積極進取啊，一齊拍檔啊。所謂戰無不勝，攻無不克，被譽為三劍俠。喺新鴻基入邊，馮景禧主要就係應酬啦，因為佢嘅性格比較活潑，講說話又叻，擅長交際，最好就係建立各方面嘅人際關係。馮景禧識人真係好叻噶，唔使3、2兩下就同人好熟噶啦。別係佢同銀行、政府各界嘅關係搭通天地線，所以幫到新鴻基奠下好好嘅基礎，好幫到盤生意噶。除咗人物關係犀利，馮景禧亦都好精於證券嘅買賣噶。所以喺新鴻基企業成立之後，佢又創辦咗專門經營股票生意嘅新鴻基證券啊。一路發展到1972年，新鴻基上市嘅時候，都係由馮景禧安排噶。至於郭德勝就係實力派，做事好穩健，佢中意建築工程啊，好清楚了解施工過程，識得管理工人，控制房產嘅質素，擅長把握起樓嘅成本啊。所有建築嘅開支啊，例如石屎打樁、搭棚啊、釘板等等，郭德勝都手到拿來，掌控好個價錢，自己親自同建築材料供應商同埋判頭討價還價。另外，新鴻基買入樓宇按揭嘅工作都係交俾郭德勝去負責，向銀行抵押貸款噶。因為佢最叻就係討價還價，慳好多成本啊！真係唔講都唔知啊。不過地產界話人人都知，原來郭德勝係個工作狂。佢嘅觀念裏邊，一星期係應該返7日工嘅，邊度有周末，邊度有放假噶？冇嘅。咁平時佢有咩娛樂消遣呢？原來佢最大嘅娛樂就係去巡地盤喎，一日可以巡3、4轉嘅，巡嚟巡去都唔覺得攰嘅，直頭就係越巡越精神啊！一年有52個星期日，佢一瞓醒就打俾佢嘅伙計，約埋一齊去巡地盤啦。結果有一次打電話去揾伙計嘅時候，伙計嘅老婆星期日就接電話啦，都非常之坦率，同埋好大聲咁樣同阿老細講：阿勝哥，我老公1個星期有6日係歸你所有嘅，第7日你俾翻個老公我好唔好？講完仲即刻收線添。呢一單笑話傳開晒啦，郭德勝又唔覺得有咩，佢亦都冇因為呢件事而改變咗佢呢種娛樂啊。巡地盤喺佢眼中係一份娛樂嚟噶，佢依然係咁去星期日巡地盤啊。咁李兆基又做乜嘢嘅呢？佢喺新鴻基做總經理嘅時候，主要就做幾份嘢噶：起樓嘅圖則設計、買入土地做貨源，仲負責賣樓啊。嗱，咁李兆基係老細，我啊知啊，大家都知啊。不過建築嘅圖則設計點解又關佢事呢？喂，舉個例，有一次佢嘅同鄉兼同事梁星大座位外邊請返嚟嘅則師，交咗份畫好嘅圖則放喺李兆基面前啦，仲諗住同佢一齊研究啊。哇！李兆基一眼望落去就擰頭話：你呢份圖則計算錯誤啦！哇！個則師聽到之後紅都面晒，面都紅晒。明明喺著名大學出身噶，呢一位畫則師點解一眼就俾李兆基望穿咗佢幅圖有嘢錯呢？啱啱想解釋嘅時候，李兆基就用溫和嘅語氣同阿則師講啦：
你唔記得咗呢等樓係引用最新嘅建築條例啊，每層樓嘅高度限制都放鬆咗啦，所以採光度都會唔同咗啦，咁就會令到我哋呢一棟樓建築面積有可觀嘅增幅噃。哎呀，呢個則師即場覺得瘀到爆啊！李兆基嘅同事梁星返到去辦公室，俾心機再計多次啊，結果發現李兆基嘅預測係啱嘅，佢再計多次先計到啊。李兆基嘅第二個職責就係買地啦。有次佢喺出邊收到風，知道皇后大道中麗晶大廈舊地嘅業主想賣地皮喎。一向對黃金地段嘅物業從來都唔放過啊，於是李兆基周圍打聽一下業主係邊個呢？問到嗰個地皮嘅業主係鄭中書，但係問題就係原來鄭中書已經口頭答應咗將塊地賣俾人啦，哇，仲話作價1100萬啊！李兆基知道，哇，呢個價咁正，仲可以買到塊咁正嘅地，喂，點可以錯過呢？於是就周圍問啦，有冇人同鄭中書熟啊？周圍問都冇人知喎。李兆基嘅馬仔同佢講，老細，聽聞呢塊地聽日就上律師樓度簽買賣合約啦。李兆基就點頭話，咁我哋仲有今晚呢一晚嘅時間啊。李兆基鍥而不捨，一定要將問題解決啊。起細諗，終於諗到證券商何挺石同鄭中書熟喎。當時已經諗到凌晨啦，佢就拿起個電話打俾何挺石，同佢道明來意，同佢講，拜託你1300萬之內嘅範圍，你幫我揸主意啦。你份傭1分都唔可以少啊，請你唔好客氣啊。結果點？第二日何挺石真係揾咗阿鄭中書問清楚塊地嘅成交價係咪1100萬，於是何挺石就用1200萬呢個新售價游說到對方轉售物業俾李兆基啦。哈哈，揾啱人幫手啊，手到拿來啊！李兆基喺新鴻基嘅第3個工作就係負責賣樓啦。佢經營地產嘅宗旨就係貨如輪轉啦，等作出嘅投資盡快回籠啊，代代平安啊嘛。原來喺好耐之前，啲人買物業係一等一等咁買啊，成棟買入，所以就只有大有錢佬先可以買樓啦。李兆基呢諗到條橋喎，將成棟物業分層出售啊，咁就多啲人可以買啦。佢仲設計一啲面積較細嘅單位，俾小家庭可以獨立生活，同時減輕咗經濟負擔。李兆基呢亦都幫買家創造咗分期付款嘅有利條件啊。佢就同銀行交涉啦，仲鼓勵買家做銀行嘅按揭，等佢哋每個月供樓就好似交租一樣啦。同時滿足咗中國人有置業嘅狂熱，覺得有自己嘅物業先係有安樂窩噃。李兆基做總經理，睇埋賣樓嗰 part， 一買一賣無出其右。結果新鴻基3劍俠聯手，依照上述嘅方針底下，70年代推出銷售嘅樓宇，證實係成功噶。由郭德勝、馮景禧、李兆基呢3劍俠掌管嘅新鴻基發展得有聲有色啊，生意貨如輪轉。究竟之後發生咗啲咩事？佢哋有重大嘅變動呢？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如果你喜歡呢集嘅節目，請你點讚俾個 like， 訂閱我哋嘅頻道，分享呢集節目俾你歡喜嘅朋友知道，撳埋個叮當，等我哋有新節目上架嘅時候 YouTube 可以第一時間通知你啊！感謝大家收聽收睇呢集節目，祝各位豐衣足食，平安喜樂，約定你下一集再見啦，拜拜。